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1，诗篇31篇24节安尼讲：竟若毋望耶和华的人，恁就壮大，恁的心就坚固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壮大，搁坚固心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义，是阮得胜的军旗，是阮赢过对敌的堡垒，是阮坚固的关台。主啊！愿属你的儿女，要美伫你的膝骨下，得完全的固守甲保护，也伫你圣神的帮赞甲引带下，来踏稳每一个脚步，互阮无跋倒，也无摇拽，因为你要甲阮三脚伫地。主啊！阮伫患难中，求你怜悯阮。阮的心忧闷，求你安慰扶持阮。主啊！因为你应允讲，竟若毋望你的人，你要互阮得到刚强壮大，也要坚固阮的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